杀人了！老田儿，这回可别跟上回似的，报一失踪人口，跑过去一看，人家正在床上睡觉呢，咱这忙活半天，别白跑一趟啊！不会的，这孟大成我心里是有谱的，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，能去的也就那么几个地方，他想到外地也得有钱吧？肯定是出事儿了。走吧，看看去。看看。走。退回去！回来！回屋去！大娘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真的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哎，记住了，您什么都没看见啊？是。大曾，我看那个卖冰棍老太太挺可疑的，我过去看看。注意点。大娘，哎，等一等，请问，刚才您看到什么了吗？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姑娘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是警察，请您配合一下。刚才我们接到110，说这儿有杀人绑架。姑娘，真的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看，天这么闷热，我得回家凉快去了，啊。890088，刚才报警台记录的是这个电话号码。这个电话号码是您的吗？是我的。大娘，如果你不配合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带走，因为误报警情是违法的。哎呀，姑娘，我糊涂，我真糊涂啊！快给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全都跟你讲啊。您慢慢说。哎，好嘞。真的，两位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们家有小孩吗？小孩啊，有，去秦皇岛他外公那儿了。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？真的没事儿，我正睡午觉呢。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院子里那鞋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忘了，今天有2个民工呢来给我换玻璃，不小心把手给划伤了。
这枪是你的？哦，是我的，我是中兴射击俱乐部的会员。哎，我有持枪证的。枪管还有点热呢，半个小时以前刚打过吧？是，我经常试射，真的，每天都要练几发子弹。什么事儿？刚才我问了一下卖冰棍儿老太太，她报的案，她把情况给我说了一下。她看到2个歹徒啊，抓了一个小孩做人质。嘿，那这姓汤的愣说没事儿，那孩子是不是他的？肯定另有原因吧。我也觉得有原因。老太太亲眼看到汤建华的儿子被绑走，汤建华呢拿着一杆双筒猎枪追了出来，还打伤了其中1个人。可是汤建华给了老太太200块钱，让她对谁也别说这件事儿。这姓汤的肯定有问题，要不要我再去会会他？哎，活怎么操起来了？看萧云，今儿多细心。不是李队，我就是看不惯有钱人那副德行，自己有俩钱就觉得比别人聪明了。你给我5分钟，他什么也扛不住。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啊，赶紧通知各医院，一旦发现被双子猎枪打伤的，马上报警。我通知了。先放过张建华，看他下一步怎么着。天明，你留点监视，有事赶紧跟我们联系啊。好的，咱们走。小心点。好嘞。我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欠了一屁股债，这房子这怕明天就给人家了。你到底能想什么办法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那我不哭了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问你，是儿子重要还是钱重要？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疯了！全漏了吗？老高也放不了我。